那这次为什么会来到就是悦美糖厂？我觉得来到这里的时候，真的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好，因为在这里的时候，我们感受到就是让长辈同学们来到这个地方，然后让他们去回忆小时候啊，然后小时候或许很多人都去讨假黑了。北甘蔗哈，然后怎么样是那个白甘蔗怎么制糖整个过程，然后让他们回味，然后在这里的时候也是其实是让可以去感受到很多怀旧的一个氛围，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棒哈。所以这次同学来到悦美糖厂真的是有不同的感受，然后又坐那个就是小火车，然后整个导览的非常非常的清楚哈，让我们真的是我觉得收获满满的，非常的棒。我从一只出生到那个出嫁都在糖厂长大的。我最深刻哈就是糖厂，我们住的那个宿舍哈是那个糖厂的里面的那个最大的住的宿舍是西式的，不是日式的。这个松田大学是就是台湾总会然后所设立的唯一的是在医院，也就是由切夫在基金会然后所来举办的这个松田大学。通常的这个松田大学都是在教会。那最大的不同是我们的可以圆很多就是同学的梦。我们最大的周妈妈都已经是今年是92还是93岁了，可是在这次的校外教学，她依然是跟我们参与在其中。所以事实上我在看到我们每位的同学就跟他们讲说，10年以后你比10年前还年轻。